打下天界，所有资源宝物就是我们的了！兄弟们，来呀！擅闯天界者，杀无赦！是天界第一战神叶天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，我们堆也堆死他！给我冲！找死！一群弱鸡，无聊。哼，你也想找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吧，云霄。是谁？接本座一击，不错。你是魔尊方海，魔界第一强者。这里太小，施展不开，可敢与我天外一战？有何不敢？痛快，你的实力不错嘛。你也不弱。再来。我有一剑和诛魔。你输了，是你输了。南天门已被攻破。你玷污了这场战斗。是叶天战神！不好，快跑！你们都得死！星河倒悬！叶天，玉帝召见。罪神叶天因擅离职守，导致南天门被毁，数万天兵战死，宪罚剥夺鲁神位，打入凡尘渡劫历练，你可有异议？臣无异议。即刻押往轮回台。是。陛下，叶天他毕竟是天庭第一战神，劳苦功高，虽有失职，但贬入凡间是不是太过了一些？你不懂，叶天现在心性出了些问题，必须打入凡尘，体验凡人七情六欲，打磨道心，如此修为才能更进一步，彻底退凡入圣。原来如此，陛下用心良苦啊！且慢！三太子，大哥，事情我听说了，早点回来，我和猴子还等着跟你一起喝酒呢。我会的。对了，我听说现在的凡间出现了很多新奇玩意儿，回来时能给我带一些吗？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吧？大哥，我送你一程，走你！我操！
我怎么又做了这个梦？老爷，又做那个中二的神仙梦了。我快点走了，再不去食堂，咖喱饭可就被人抢光了。啊！就是这个味儿，绝了！梦中的神剑也跟这个吊坠好像。哎，老爷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在那发什么呆呢？饭都凉了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？相信啊。你相信？当然，从逻辑上讲，我们没办法彻底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，所以只能假设它可能存在。再说了，不是有句话说，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吗？你看那些顶尖的物理学家，晚年不都研究起神学了？我觉得神仙的存在，完全有可能。没错没错，说不定我们头顶就有个天庭呢。要是有神仙收我为徒，教我御剑飞行就好了。唉，谁不想呢？不过，老爷，你突然问这个干嘛？神神叨叨的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你们可别吓着。什么秘密？我摊牌了。其实，我就是神仙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老爷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其实我就是神仙，还是天庭第一战神。老爷，你不能因为总做一个神仙梦就真把自己当神仙吧？我看你就是太想当神仙了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天庭第一战神。那你给我们讲讲，你怎么变成凡人了？罪神叶天因擅离职守，导致南天门被毁，数万天兵战死，宪罚剥夺汝神位，打入凡尘竭力。因为犯下大错，才被玉帝贬下凡间渡劫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天海一中著名的大傻子叶天吗？怎么，又在跟你的凡人朋友们宣扬你的神仙事迹呢？哈哈哈，腾哥，你不知道，人家可是战神下凡，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可不是嘛，怪不得天天白天睡懒觉，白日梦可不得白天做。麻烦离我远点儿，我跟你们不熟。小子，老子不管你在这装神弄鬼还是真的犯傻，以后记得离林子苏远一点。她是老子看上的女人，可不是你这种废物能碰的。哦，原来是自己没本事，追不到女人，就跑来迁怒于我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真有人以为没我这个青梅竹马在，你就能追到林子苏吧？你他妈找死！老爷，你没事吧？血！我操，你哪班的？敢在食堂动手打人，立刻给老爷道歉！道歉？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爸是校董，你们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校董的儿子，这谁敢惹？唉，打了也只能当白打了。废物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以后再让我看到你跟林子苏说话，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，打到你妈都不认识。我们走。算了，别跟这种人渣一般见识啊。我们扶你去校医室包扎一下。叶天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你怎么样了？疼不疼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擦破了皮。校医说明天就能好。那个王腾也太过分了，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喜欢他，他怎么能因为这个就来找你麻烦，还把你打伤？不行，我要去找老师告状，让老师好好惩罚他。别去，没用的。怎么会没用？他当众打人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他爸是校董，你觉得老师会为了我这种无依无靠的孤儿去得罪校董吗？就算有老师愿意帮我们，顶多也就是让他写个检讨书，有什么意义？
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我现在就去找王腾说清楚，我要告诉他，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喜欢他，让他死了这份心。这没用的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次我没准备，下次我会把事情闹大。只要闹得足够大，大到他爸都压不住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有能管得住他爸的人出现。叶天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更迷恋哥了？讨厌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妈的！那个叶天，完全没把我的警告当回事儿，给脸不要脸！就是啊，腾哥，那小子竟然还敢跟林子苏有说有笑的，简直是茅坑里点灯，找死！腾哥，必须给他点颜色看一下，让他知道谁才是天海一中的老大。当然，等今天放学，你们几个在校门口把他给我拦住，我要亲手废了。腾哥，这会不会玩得太大了？怕什么？我爸是校董。我们爸不是啊！腾哥，别生气。打人这种事儿太低级了，有失您的身份。我有个更好的办法，能让那小子生不如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腾哥，明天不是要办百日誓师大会吗？按照惯例，教导主任都要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诵年级优秀作文。我听说叶天那傻子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上面肯定少不了一些中二羞耻的话。然后呢，王哥跟教导主任熟，倒是让他当着全校几千师生的面儿，把叶天写的中二日记念出来。你想想那个画面。这个主意好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会在全校师生面前社死，肯定没脸再留在这儿。到时候，腾哥你就可以趁虚而入，林大校花还不手到擒来。恭喜腾哥，说不定我们很快就得改口叫大嫂了。就按照你们说的办。叶天，你个废物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太无聊了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同学们，静一静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朗诵一篇本学期的年级优秀作文，来激励大家奋勇向前。这篇优秀作文的题目是《梦》，作者高三7班叶天。我操，老叶牛逼啊你！作文都成范文了。叶天，你好厉害！不对劲，我作文固定30分，这都能入选。肃静，现在开始朗诵。哎，今天又是被凡尘俗世束缚的一天。听到闹钟铃声，恍惚间，我还以为自己躺在我那恢宏的战神寝宫内，睁开眼看到的却是这普通的凡人卧室。哎，想我前世，身为天庭第一战神，守护3界安危的重任压在我一人肩膀上。那哪吒是我小弟，孙大圣也认我为兄，就连玉皇大帝见了我，也得礼让3分。这是优秀作文，怎么听着跟中二日记似的？天啊，听得我脚趾都抠出一座31厅了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这他妈是谁在搞我？难道是王腾？可没想到我一时大意，竟中了那魔尊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导致南天门被轰破，天界损失惨重，我也因此被贬入凡间，历经轮回之劫。叶天，你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？给我上来自己念！叶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滚上来！战神大人，快上去啊！该不会是怯场了吧？你可是战神转世啊！老师，
这只是叶天写着玩的日记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刻意针对他？这里没你的事儿，给我站回去！叶天，你有脸写就没脸念吗？说什么天庭第一战神，不会连这点场面都怕了吧？你们，我念。我叶天，乃是天庭第一战神，自修行以来未尝一败，肩负镇守南天门重任。3界之内，无数宵小闻风丧胆。直到我遇到了魔尊方，他是魔界万年不遇的第一强者，同样未尝一败。他邀我前往天外天决一胜负，出于对强敌的尊重。我去了，可我没想到，这是一个阴谋。怎么回事？他这么一念，感觉还挺燃的。是啊，这故事好像有点意思了。阴谋是什么？快讲啊！决战是假，他真正的目的够了。没想到，我说了，够了。我说不够，不是你让我念的。我今天非要念，你反了天了！怎么回事？天裂开了，外星人入侵！紫苏，快逃！周胜，跟上！叶天，你不是自称天庭第一战神吗？快去杀了他！不杀了他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！叶天，你千万别听他的，我们想别的办法。快呀！再不上，所有人都得死！我去引开他。紫苏、周胜，你们趁机快跑！老叶，不要！去死吧！你过来呀，怪物！
这废物终于死了，这下再也没人跟我抢紫苏了。王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抢女人？我不管，只要她死在我前面，我就爽到了。快走，不要浪费叶天用命换来的机会。紫苏，玉帝老儿，陛下！战神归位！战神归位！剑来！他难道真的是战神？云霄，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。是战神转世，他才刚觉醒，一起上杀了他！叶天，小心！一群土鸡瓦狗而已。万剑朝宗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神之力，我兄弟真是战神？不可能，这废物怎么可能？去！我靠！叶天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是神仙转世啊！叶哥牛逼！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胆敢入侵人界？你还以为你是当年那个威震三界的战神吗？你现在不过是个刚刚觉醒的金丹期下修，也敢在我这个元婴级的大魔面前嚣张？叶天他能赢吗？与我去死吧！纵然我只有金丹修为，杀你依旧如土狗。住！给我挡住！叶天，你毁我道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我现在就回魔界求援。找死！蜘蛛怪物全死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叶哥牛逼！叶哥万岁！老叶，你这也太牛了！你真的是神仙转世啊！那我以后岂不是要发达了？我劝你还是低调点儿。叶天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紫苏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他怎么会是神仙转世？为什么不是我？腾哥，这叶天竟然真的是战神转世，这么多怪物都被杀了，咱们以前那么整他，要不上去认个错？要我认错？做梦！叶天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王腾，你脑子被蜘蛛踢了？你在说什么疯话？问的是你吗？滚一边去！你说我自私，难道不是吗？既然你是战神转世，拥有这么强的力量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竟然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同学惨死，还说不自私吗？王腾，你这是道德绑架！叶天才刚刚觉醒，他之前为了救我们命都快丢了。你们也是这么想的？对，什么狗屁战神，看着大家死都不救，太自私了，根本不配为神。叶天，看到没有？你犯了众怒，我劝你把刚才那把神剑，还有那套战甲都交出来，再传授给我们修仙功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平息大家的怨气。对，交出来。功法，如果我也能学会刚才那一招，支持王腾。叶天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好东西就该拿出来分享。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叶天的吗？你们还要点脸吗？难道都忘了刚才是谁除掉了魔蛛救下你们？那又如何？这灾难明明就是他引来的。你们没听见刚才那怪物喊吗？他们是为了杀叶天而来的，我们是受了他的牵连，他拿点功法出来赔罪，难道不该吗？没错，这是他欠我们的，这债必须还。王腾，你这就是流氓逻辑。老叶，别理这群白眼狼，咱们走。别急，我就问一句，都有谁认为我该拿出功法赔罪？我就知道，这种废物就算成了神，也是一样好拿捏。我觉得该赔。支持腾哥，我们要功法。你们犹豫什么呢？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这是他欠我们的，不拿白不拿。算了，虽然我也想要，可毕竟是他救了我们，做人总得有点良心。我也觉得，咱们不能这么干，真是一群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。他们不要是他们蠢。叶天，立刻把你的神器和修仙功法交出来，否则我就把这儿发生的一切发到网上，让全网都讨伐你这个狗屁战神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任由你欺辱的叶天吗？你竟敢杀人！啊，好痛，痛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杀人是犯法的，你可是神仙，怎么能乱杀无辜？你们放心，我没杀他，只是打碎了全身骨头，彻底废了他而已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叶神仙，叶天爷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都是被王腾逼的呀。对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只是身不由己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为虎作伥，也该罚。我的胳膊断了，我的手断了。还想要吗？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立刻把伤者转移走。这些魔物是你杀的？是我。你们是？修仙管理局，负责处理所有与修仙者相关的超自然事物。修仙管理局，我们国家真的有这种机构？这么说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修仙者？我要修仙，我要加入你们！肃静！等你们签完保密协议之后，我们会为你们进行灵根检测，资质符合者可以参加修仙管理局的入职培训。带他们去检测。我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这位叶天同学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请。你们也去吧，配合官方行动，我去就回。
你只是金丹修为，能逆伐元婴级魔蛛，莫非阁下是仙神转世？哦，你竟然连这种事都知道？我们修仙管理局的历史远比你们想象的要久远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每一次灵气复苏，都会有上界的仙神应劫转世。不知阁下是哪一位仙神转世？吾乃天庭第一战神叶天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就是天庭第一战神转世。阁下，就算你不想公布转世前的真实身份，也没必要冒充第一战神吧？要知道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尤其是第一战神这种威名赫赫的存在，你今日冒充，日后若是飞升仙界，被战神本尊知道了，难免会心生不喜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不可能，战神可是凌驾于众仙神之上的无上存在，怎么可能会下凡历劫？除非天庭毁灭了。我也没想到啊，有朝一日竟然真的要来这凡间走一遭。阁下，既然你不愿公布身份，我们也不强求。实际上，我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说。我代表修仙管理局，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，担任副局长一职。每月工资3万积分，可以用来兑换宝库中各种宝物或者发布任务。副局长，地位这么高，你们局里其他人没意见？仙神转世，只要不中途陨落，未来必定是能重归仙班的。我们这么做是投资未来，等我们现任局长飞升之后，阁下您就是下一任局长。你们局长现在是什么修为？化神后期，只等这次灵气复苏达到峰值，他便会尝试突破最后一层瓶颈，渡劫飞升。化神后期，倒也算个人物了。正好我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恢复修为，这修仙管理局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副局长就算了，我这人懒散惯了，不喜欢处理那些俗务。不过，我可以担任你们的客卿，若是有难以解决的敌人，可以来找我出手。客卿的话也可以，待遇不变，同样是每月3万积分。另外，根据阁下您刚击杀那些魔蛛的功劳，可以获得11万积分。都能兑换些什么东西？我把 App 分享给你，你可以到 App 商城查看。还有 IPP？ 修仙者也要与时俱进嘛。这积分倒是挺值钱的。我历劫重修，根基还在，几乎没有瓶颈。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结婴时所需的5行灵物。就让我看看这修仙管理局的底蕴如何。这是5灵珠。你们这宝库里竟然连5灵珠都有，这可是顶级的结婴灵物，难道就没人动过心思兑换？叶客卿，您有所不知，5灵珠虽然是顶级结婴灵物，但前提是必须凑齐5灵珠，这一点太难了。即便我们修仙管理局从成立到现在，也不过才收集到3颗。我前世突破元婴时，就想以5灵珠为基，可惜气运不够，找了近1000年都没找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选用其他灵物。这一世，若是能以5灵珠凝结元婴，必然能打造最强根基，日后修为说不得能更进一步。我要兑换金灵珠和木灵珠，剩余的水灵珠等我积分攒够了再换。叶客卿三思啊，这条路太难了。以前也有其他天骄想用5灵珠凝聚元婴，最后都是因为凑不齐而选择了其他灵物，白白浪费了数百年时光。我有预感，这一世我能集齐他们。既然您坚持，那就跟我回总局领取灵珠吧。我是单品火灵根，我能修仙了。下一个。
为什么我没有？难道我这一辈子只能做凡人了吗？你们测过了吗？测过了，我是水木双灵根。不错。老周，你呢？我是4灵根。老爷，这资质还有救吗？灵根只是跨入仙路的门槛，决定你能走多远的，从来都不是灵根。古往今来，能登顶成仙者，杂灵根者不在少数，唯有一点不变，那就是坚定不移的道心。道心？我可没那么远大的目标，只想学个御剑飞行，能在妹子面前装个逼就行。不管你图什么，现在都给我努力修炼。修仙大事要来了，你们若是不努力修仙，只会被淘汰，彻底沦为底层。所有通过灵根测试、自愿加入修仙管理局的同学，现在登车，随我回总部参加特训。父母那边我会派工作人员上门解释，其余同学等放学后就可以回去了，注意保密。总部竟然在地下。对，一来是方便避开民众视线，二来便于抵挡境外势力入侵。灵气复苏是全球性的，除了我们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超凡存在。难道是阴阳师？不错，樱花国是阴阳师和800万野神，英奇国是吸血鬼，欧地利是天使。随机灵气复苏抵达峰值，那些旧时代的余孽都会苏醒。我操！那以后岂不是要上演修仙者大战吸血鬼和天使？所以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好好提升实力吧。我们到了，下车吧。我操，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工作地点了吗？也太壮观了吧！别高兴得太早，接下来你们要接受为期30天的封闭式培训，考核通过，你们才是修仙管理局的正式成员。考核不合格，就只能担任后勤人员。叶天，我要去参加培训了。不用太紧张，我可是修真管理局客卿，随时可以去看你们。老爷，你可得保我呀！叶可亲，请跟我来，我带你去领灵物。这是您要的金灵珠和木灵珠。沈组长，我还差水灵珠没兑换，局里有没有什么能快速获取大额积分的任务？目前只有巡逻、教学这种基础活，积分很少。像今天这种级别的妖兽暴乱，可遇不可求。看来只能慢慢领工资了。这是您的客卿证，遇到麻烦可让相关官方势力帮你解决。我们局里有条规矩，还请您注意，修仙者不得无故打杀凡人。那如果是他们主动冒犯，甚至想杀我呢？自寻死路，那就该杀。看来你们修仙管理总局也不迂腐嘛。
我还以为你会劝我坚守规矩呢。自作孽不可活，我们修仙者本就追求个念头通达，还能被小人欺负，该杀就杀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我再过来看望紫苏他们。叶克钦，这里有免费的高级宿舍，配有聚灵阵，灵气浓郁，对修行大有裨益。您不如留下。不了，住在地下感觉太闷，我还是觉得地上的空气顺畅。好吧，我送你。是谁？是谁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的？腾儿，你告诉妈，妈一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腾儿，说出他的名字，不管他是谁，爸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是。爸，妈，那个家伙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修仙者。修仙者？腾儿，你是不是被打坏脑子了？那不是电视里的东西吗？是真的，那些怪物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，要不是他是修仙者，我早就废了他了。不过是修仙者而已。腾儿，你以为只有他有这种本事？我们王家同样有修仙者坐镇。我们家也有，是什么修为？这可是我们王家最大的底牌。这位是李老，乃是真正的筑基仙人。原本我打算等你身体好些，就请李老收你为徒，传你长生仙法。没曾想出了这档子事儿，换我何事？恳请李老为我儿报仇。哼，敢伤老祖我预定的徒儿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说吧，他是何人？他叫叶天，是我同班学生。去！李老，他能斩杀很多蜘蛛怪物，还能凭空飞行，您能打得过吗？凭空飞行？哼，以他的年纪，顶天了也就炼气后期。那所谓的飞行，大概是使用了腾空符罢了。老祖我乃是实打实的筑基修为，在筑基面前，炼气修士不过是蝼蚁罢了。对付他手到擒来，尔等在此等候。本座现在就去将那小畜生擒来，任你发落。腾儿，放宽心，等李老抓到那小子，我会当着你的面一根一根敲断他的骨头，为你复仇。您就住这儿，要不我给您换个地方。我在市中心有套顶层公寓。多谢沈族长好意，我住惯了，懒得换。明天见。能让我这个筑基老祖亲自设符，如此小心对待，
你也值得骄傲了。徒儿，确认一下，是这小畜生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！啊，叶天，你也有今天！腾儿，你伤还没好，别太激动。我看，要不先把这小子囚禁在地窖里，等你伤好了，亲自动手，好好炮制他。好，就按妈说的办。原来是你啊，王腾！没想到你们家居然还认识筑基期的修士，真让我意外。你怎么没事？李老，快杀了他！快动手啊！李老，怎么回事？可能是符篆力量耗光了。给我睡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没用？之前你明明倒下了。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没生效？只是我配合你演个戏。不可能！区区一个炼气期的蝼蚁，怎么可能无视老夫的灵符？昏睡符无用是吧？那你就给我爆！嘿嘿嘿，没想到吧？刚才我扔出去的符咒有一半是火球符，嘿嘿嘿，这下看你如何抵挡。李老，那小子死了吗？如此近距离被几十张火球符正面击中，就算是筑基期也绝无生还可能。此时，他怕是已经连渣都不剩了。哼！腾儿，听见了吗？那个小畜生已经挫骨扬灰了，也算给你出了这口恶气。叶天，这就是得罪本少的下场。抱歉，这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多火球符，就算筑基也挡不住你一个炼气蝼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炼气修士？他能斩杀很多蜘蛛怪物，还能凭空飞行。凭空飞行？您是金丹真君？恭喜你，答对了，奖励就是一巴掌，不多不少。轮到你们了。叶先生，饶命！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出1000万换取你的谅解。求求您放过我们吧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。1000万，好大一笔钱呢，我都心动了。对，只要您点头，钱马上到账。可惜，比起钱，我更想让你们死。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叶天，求求你饶了我，这一切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们，是他们执意要找李老杀你，我想拦都拦不住。你要杀就杀他们，放过我吧。腾儿，都怪你们，没本事还非要去招惹叶天，是我让你们报复的吗？你们害惨了我，你们都该死。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儿子。杀得好，叶天，不，叶祖宗，你仇也报了，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如此冷血无情，还有灵根，倒是个魔修的好苗子。看来留你不得。不要！形神俱灭，魂飞魄散。这下应该彻底稳了。解散，休息半小时。是，教官。叶天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叶，求投喂。来看看你们特训的怎么样？给冰镇的。义父，
你就是我亲爹，这地方只提供矿泉水，想喝点奶茶都买不到。尝尝，挺甜的。义父，我也要喂啊！滚，自己拿叉子吃。重色轻友，还吃不吃？我吃。特训1个月了，感觉如何？虽然累，但很充实。我现在都已经炼气4层了。真厉害，同期中没有能超过你的，绝对能通过考核。那我呢？老爷，我才炼气2层，你看有希望吗？义父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一定要捞我呀！快起来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一会儿我找沈组长商量一下吧。哎，好，义父威武！全体集合！明天就是你们的正式考核，考核内容是擂台战，考核规则是：情况有变，考核项目紧急修改。最新情报：云贵山区深处发现一处万蛇窟，蛇妖泛滥，已经开始威胁到山下居民的安全。总局决定，本次考核任务改成配合军方彻底摧毁这处蛇窟。万蛇窟？那考核标准是什么？击杀5条低级蛇妖者及格，超额完成者可以根据击杀数量获取相应积分，用来兑换丹药、法器以及各种灵物。要杀5头蛇妖，感觉好难。不对，任务是让我们配合军方行动，说明我们只是打辅助、捡人头而已。这才符合逻辑。照我看，这是一个很少的刷分机会。时间紧迫，所有人立刻前往后勤处领取补戒和制式法剑，3分钟后出发。是。叶克清，局长仍在闭关，我必须留守总部以防万一。能麻烦您带队保护这批学员吗？任务报酬2000积分，拜托了。2000积分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我操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这种飞机，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太刺激了。你们不用紧张，有我在，保证你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对，有叶天同学在，我们怕什么？努力了1个月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我一定要通过考核。我要杀10条。注意，即将抵达目标区域，准备降落，请所有人员做好准备。叶克清，你好，我是本次行动的战术指挥刘震。刘指挥，辛苦了。不知具体的战术是？根据灵气探测仪的扫描结果，万蛇窟内绝大多数都是炼气期的低级蛇妖，所以我们准备进行无间断的饱和式火力覆盖，直到将万蛇窟彻底摧毁。听起来好像并不需要我们这些修仙者插手。不，蛇类妖物报复心极重，炮火洗地之后，难免会有侥幸存活的个体袭击营地复仇。我需要你们守住营地，将所有漏网蛇妖尽数斩杀。都听明白了吗？你们的任务就是守在阵地前方，将来袭的蛇妖全部杀掉。万一有炼气3层以上的蛇妖冲出来怎么办？炼气3层以上的，我会出手斩杀。你们各就各位，分散站好。是。所有单位注意，
目标万蛇库，准备执行1号打击方案。开火！来了。炼气3重以下的，交给你们。不用怕，他们实力很弱，定下心神，一剑一个。结束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是地震了吗？好大的妖兽，这是什么级别？元婴级。人类竟敢屠我此尊，你们都要死！好恐怖的攻击！叶可尽快走，只有你能逃掉。把这里的情况传出去。急什么？不过是一条元婴期的小蛇而已。元婴期，小蛇。挡住了，那可是元婴级的全力一击啊！你们都退到我身后。丹修士，好久没吃过这么精纯的血肉了，让本座吃了你！找死！好痛！该死的蝼蚁！
逆伐元婴。我们赢了！土灵珠，运气真不错。多谢叶克卿救命之恩，若非阁下出手，我等今日必死无疑。举手之劳，战场就交给你们清理了，顺便帮忙把成绩统计一下。没问题，放心交给我吧。叶克卿，统计结果出来了，竟然全员及格，运气不错，全员通过。通过了！太好了，我也通过考核了。叶克卿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了，要不然这批学员恐怕会全军覆灭。沈组长言重了，保护学员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。按照规定，斩杀元婴初期的妖兽可获得10万积分，我已经帮你兑换了你最想要的东西。水灵珠，如此一来，我就只剩下火灵珠了，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。诸君，根据安插龙国的内应传来的最新情报，龙国新发掘到一名绝世天骄，名叫叶天，能以金丹修为逆伐元婴大妖。什么？金丹逆伐元婴？等他突破到化神了，谁能打败他？龙国已经有一个化神圆满的顶级强者了，绝对不能再出现第二个。没错，否则我樱花国将永无吞并龙国之日。为了樱花国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诛杀他。根据情报显示，他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，或许就是他最大的弱点。我需要你们潜入龙国，绑架他的女友，将那个叶天引入陷阱中坑杀。此行九死一生，谁愿意为帝国担此重任？为了樱花国，我愿意。我们也愿意。很好，帝国会记住你们的牺牲。出发吧。嘿。恭喜全员通过考核！现在我宣布，全体放假3天，回去好好看看你们的家人。3天后，你们将正式参与修仙管理局的工作。是教官。解散。终于可以回去了，我要好好玩下游戏，可憋死我了。跑道吗？可以一起组队。我打瓦。一会儿一起吃个饭，庆祝一下。老爷，你们这算是约会吗？那我是不是该找借口缺席啊？我得先回家陪陪我爸妈，他们肯定担心坏了。要不明天中午吧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老爷，看来你马上就要脱单了，俺心里不带劲儿。难受就去找心理委员去，让他好好开解你。你怎么知道我暗恋心理委员？难道你暗恋我，一直在偷偷关注我？滚！奇怪，怎么还没到？要想让你的
击废弃工厂，记住，一个人来。你找死！就是这里了吗？这是……这个陷阱如此明显，那个叶天真的会来吗？天才往往也最自负，尤其是为了心爱的女人，他一定会来的，然后死在这里。叶天，千万不要来，这是陷阱。真的来了！樱花国的阴阳师，找死！我来了，放了他。你的女人就在这里，想救她，就自己过来吧。别过来，叶天，你别过来啊！别怕，有我在。叶天，快走，这里是陷阱。完了，启动！4、6、4、5。这阵法能封禁灵力？没错，此阵之内万法归寂，灵力尽绝，元婴级以下的修真者与凡人无异。哈哈哈哈，没用的，这是我们樱花国集结无数人才，专门为你们这些修真者准备的克制手段。你能够死在这种手段下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对不起，叶天，都怪我太弱了，是我害了你。说什么傻话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既然灵力都被封禁了，请问你们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阴阳师，又打算怎么对付我这个凡人呢？我们自然有规避的手段。弑神召唤！哦，有点意思。换我们何事？诸位大人，请一定杀了这个龙国修真者，我们樱花国愿奉上5000童男童女做祭品。好英俊的男人，奴家还真舍不得杀呢。好香！这个人的血肉里面蕴含着极品灵韵，绝对是大补之物。我要他的腿。嘿嘿，那老身要他的手臂，妾身要他的躯干。奴家就吃点亏，要他的脑袋留在身边，日夜把玩。你们都分了，我要什么？重新分。灵力被封，难道我们今天就都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用怕，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，也敢妄图弑神。手无缚鸡之力，还敢口出狂言！大天狗，给我撕碎他！
阵好端端的怎么会碎了？是谁？是谁干的？敢坏我们樱花国好事！就这种漏洞百出的法阵，我还没进门就已经看穿了。就是这里了吗？这是风灵法阵，想要请君入瓮。不行，紫苏还在里面，现在暴力破阵会打草惊蛇，万一对方撕票了就不好了。留在这儿，等我信号就摧毁节点，明白吧，云霄？叶天，你早就看出来了。我说过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八嘎！我就说不能把那女人这么快还给他，现在手里没筹码了，怎么办？你之前不是也默认了吗？现在反而来怪我？我那是看大家都同意了，我从众不行吗？吵完了吗？吵完了，就该想想怎么死了。不过是侥幸让你识破了阵法而已。别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我们布下此阵，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。没错，就算没有风灵法阵，光凭我们召唤出的5位顶级式神，也足以将你撕成碎片。诸君，让他见识一下我们樱花国真正的力量。动手！哦，就这。住了！这不可能，这可是堪比元婴级的顶级式神，羸弱，太羸弱了！你们这所谓的式神，连让我亲自动手的兴致都没有。云霄，陪他们玩玩。别小看我！分头逃！想要愿降，想要愿降啊！干得漂亮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可是我们樱花国最顶级的式神啊！怎么会连一剑都挡不住？有没有可能是你们这蛮夷小国夜郎自大，学了点修行的皮毛，就真以为能超越祖宗了？
说吧，为什么要绑架紫苏，费尽心机设局杀我？我们是不会说的。为了樱花国，玉碎的时刻到了。想死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叶克清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抓了几个俘虏。又是这群樱花国阴阳师，亡我龙国之心不死，带下去，是，好好审讯。叶克清放心，不管动用什么手段，我保证一定会从他们嘴里问出情报。麻烦你了。这里不方便打车，我送你们回去。我们走吧。叶克清，审讯一有结果，我会立刻通知你。辛苦了。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饭。来，尝尝我烤的牛肉，味道绝对不差。很好吃。你怎么了，紫苏？是不是今天的事吓到你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，每次遇到危险都只能躲在你身后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只会拖你的后腿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能让你快速变强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你凑过来点儿，我悄悄告诉你。双修。双修？没错，保你3天筑基，1月金丹，3年元婴，5年化神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试试？我考虑一下，先吃饭吧。报告9条大人，派往龙国的5位大人全员被俘。那个叶天死了吗？大人，没有。阿嘎亚路，一群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这可是总统大人亲自交代的任务，如果失败，我们9条家连给总统大人当狗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去，立刻给我准备5000名童女作为祭品。我要唤醒神兽大人。是，9条大人。我到家了。好，快上去休息吧。那个事，我要好好考虑一下，才能给你答复。好。那件事，不会是双修的事吧？我只是开个玩笑，这丫头还真当真了。不过，嘿嘿，还蛮期待的。沈组长，你打电话是问出什么情报了？问出来了，叶克清是有内奸泄露了你的情报。樱花国方面认为你对他们构成了巨大威胁，所以才设下这个局，想要彻底铲除你。内奸？对，我现在正在全力追查，等我查出来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对了，他们这次行动失败，应该不会善罢甘休。
之后可能还会有新的针对行动，你接下来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小心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要亲自去一趟樱花国。什么？叶天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樱花国的底蕴不容小觑，他们毕竟是有800万神灵。800万神灵，不过是一群山野小妖，也敢妄称神灵？看我现在就去灭了他！喂，叶克钦，你不要冲动。樱花国的神兽3大神都是化神强者。叶天，你一人就想对战一整个国家，这次有点太自大了。不行，我必须立刻去请局长出关，只有他才能救叶天。局长，沈清有要事求见。何事？是叶天，他独自一人杀向樱花国。什么？把事情始末都给我讲一遍。樱花国的那群阴阳师盯上了叶天，一起策划了一起绑架叶天青梅祖马的事件。虽然事件最后顺利解决，但叶天准备打上樱花国，以绝后患。你可提醒过他樱花国的底蕴了吗？提醒了，他好像没放在眼里。奇怪，按道理来说，他贵为仙神转世，怎么会行事如此冲动？局长，事态紧急，请你出手相助。看来只有我亲自跑一趟了。神兽大人，接受吾等的献祭吧！启动献祭，恭迎我樱花国最伟大的神明八岐大蛇神！不错的祭品，渺小的人类，你成功取悦了本神。说吧，唤醒本神何事？恳请神兽大人为我樱花国除去一大敌。是谁？什么实力？此人名叫叶天，龙国修真者，金丹修为。一个金丹蝼蚁也值得让本神兽出手？本神会派路易去解决他的。不可，神兽大人，那个叶天实力非常强大，我之前派了5名拥有元婴尸相的阴阳师都没能杀了他，还请神兽大人亲自出手。事成之后，我愿再送上5000童女。看在你如此有诚意的份上，本神亲自出手。神兽大人降临吧！本尊现在就去捏死那只蝼蚁，9条得家，尽快准备好你的祭品。嗨，请神明大人放心，我现在就找手下确定那个叶天的位置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叶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灭了你们樱花国。哈哈哈哈！灭了我们，就凭你一个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这是自寻死路！八岐大蛇神，请您立刻出手，将这个狂妄的龙国人碎尸万段！这难道是极品仙韵？这只蝼蚁体内居然有如此纯粹仙韵，若是吞了它，本神必定能突破桎梏，成为真正的神明。渺小的人类，你不该出现在本神面前，主动献上你的血肉与灵魂，本神可以赐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神，就你，
区一个化神圆满的妖兽也敢自称为神？狂妄的蝼蚁！本神要将你的灵魂抽出来，一寸寸的碾碎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聒噪，除了会放狠话，你还会什么？八岐大蛇神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请您立刻杀了他！这下你总该死了吧，叶天，这就是与神明作对的下场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竟然挡下了！早就说了，你这长虫不行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这就是你们樱花国供奉的神兽，弱的跟切瓜切菜没什么区别。这怎么可能？八岐大神竟然被他一剑砍掉了3颗脑袋！难道就连八岐大蛇神也不是他的对手？叶天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真是无知到了极点。哦，这畜生都变残疾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根本没发现八岐大神的恐怖之处。他是不死之身！看吧，哪怕只剩下一颗头颅存在，八岐大神就是不死不灭的存在。你拿什么跟神斗？多谢你的提醒，原来只要一次性把8颗头全砍掉就行了，对吧？蝼蚁，本神要降下最残忍的神罚，将你彻底抹杀。花里胡哨，去！这力量，不，放开我！修为还是差了点，否则就会彻底形神俱灭。那是火灵珠，看来这一世五灵珠果然与我有缘，这么快就集齐了。八岐大神陨落了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还有什么底牌，尽管使出来！该死的龙国人，你杀了我们的神兽，我要你陪葬！以血为祭，恭请高天原的统治者，众神之王降临！恭迎3位至高神降临！凡人，汝为何召唤吾等？启禀天照大神，此人擅杀我樱花国护国神兽八岐大神，恳请3位大神降下神罚，将他挫骨扬灰，以彰神威。区蝼蚁！也敢在我等庇护的国度放肆，罪该万死！你们说我该死？是
是他！这杀神怎么会在这里？完了，我竟然说他该死！小神天照，不知是神君大人在此，多有冒犯，还请神君恕罪。小神阅读，拜见神君大人。大人饶命！小的就是嘴贱，我等绝无冒犯之意啊！三位至高神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三位至高神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就是一个凡人蝼蚁，我召唤你们来，是让你们杀了他呀！闭嘴！你这无知的蠢货！神君大人明鉴，一切皆是这个凡人愚昧无知，胆敢冒犯您的天威，与我等三神绝无半点关系。求神君大人看在我等修行不易的份上，饶我们一命。饶了你们，可我没看到你们求饶的半点诚意啊！有，我们有诚意。小神愿以神明起誓，从今往后，樱花国永世臣服于龙国，世世代代皆为龙国附属。对，我等愿为龙国镇守国门。神君大人但有差遣，我等万死不辞。你们！若是有人不从呢？那便是忤逆神灵，该杀。无需神君大人动手，我等必亲自出手，将此等逆贼之辈，连同其家族宗门尽数抹除。不错，算你们识时务。那就给你们一个活下来的机会。多谢神君大人开恩。多谢神君大人开恩。为什么？天照大神、阅读大神、须佐之男大神，你们可是我大樱花帝国至高无上的神明，为何会要向一个龙国凡人下跪？竟然还发誓说让樱花国臣服！你们根本不配做我们的神！凡人，你真是无知的可笑！你可知神君大人真身是谁？他乃是凌驾于9天之上，统御万神的天庭第一战神叶天神君。别说是我们3个，就是我们的父神伊邪那岐在此，见到神君大人也必须跪地叩首，不敢有半分不敬。什么？天庭第一战神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是那么伟大的神灵转世者？若非你这蠢货擅作主张，吾等又怎么会得罪神君大人？你罪该万死！神君大人放心，吾等必将全力配合您，清理樱花国内所有不服从的叛逆，保证让整个樱花国上下都心甘情愿臣服龙国。住手！住手！叶天小友，快退到我身后，有老道在此，定会护你周全。3位，此事本是你们樱花国有错在先，给我长青一个面子，此事就此为止，否则休怪老道我豁出这条性命，与你们鱼死网破。道长，您误会了，我们退后。道长，不用担心，自己人。樱花国现在是咱们龙国的附属国了。自己人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在我的深刻教育下，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决定痛改前非，臣服龙国。刚好你们到了，后续的交接事宜就交给你们处理了。有什么问题，直接找他们3个就行。对，道长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让三尊神灵俯首称臣。吾乃天庭第一战神叶天。难道他真的是那位战神转世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们三个最好给我安分守己。若是敢有什么小动作，我会亲自取你们的狗命。大人，我们绝不敢有二心。大人，樱花国神位冗余，小神愿追随大人，侍奉您左右。唉，可惜了。我们走吧。叶天小友，你这当真是深藏不露啊！竟能让天照那等神灵俯首称臣，老道我实在是开了眼了。对付这些蛮夷小神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他们畏威而不畏德，只要你的拳头比他们硬，他们自然就服了。说得倒轻巧，那三个毕竟是樱花国的至高神，除了你以外，谁的拳头能比他们硬？说得好啊，小友此行不但扬我国威，更是为龙国解决了心腹大患。当即首功，你可有想要的功法宝物？只要宝库中有的任你挑选。不急，我现在已经集齐了5灵珠，准备渡元婴劫。等我渡完劫后再说。你集齐了5灵珠了，这么快？看来此物确实与你有缘啊！那么多人都没收集全，只有小友收集全了。不如去泰山之巅渡劫，那里是我之前渡劫的地方，灵气最为浓郁，方便小友你快速的稳固修为。我和小沈也可亲自为你护法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好，那就去泰山。我要开始了。来了。这是紫霄神雷元婴劫中最恐怖的雷劫，威力竟然如此可怕。果真是仙神转世，连渡劫都与众不同。小沈，小心戒备。还剩最后一道雷劫了。这天劫威力真足，正好拿你来淬炼我的肉身吧。我操，雷劫还能吃了！给我拧！9色元婴
这在古籍中都从未有过记载。局长，您活了几百年，听说过这种品节吗？老道侥幸结成7色元婴，就引以为傲了。可如今与叶小友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不愧是仙神转世。我也不过才6色元婴。常言道9为数之极，这恐怕就元婴的极限了。多谢2位在此护法，让我顺利结婴。哪里，我们根本没帮上什么忙。小友，你刚突破元婴，还是尽快稳固修为要紧。又突破了，这是元婴中期。他是仙神转世，重修一遍自然没有瓶颈。说不定只要灵气资源充足，他甚至能一口气突破成仙。不好，这周围的灵气都被吸干了。补充灵气了，那我就继续修炼。我随身携带的灵石不多，撑不了太久。沈清，你速回管理局，把宝库的灵石资源都带出来。全部吗？留下3成维持运转。剩下的全部带过来。叶小友屡立大功，这正是回报他的机会。快去快回。是。灵石带来了吗？全都在这里。给我。巨灵法阵，阵！接下来就看他什么时候破茧而出了。这是飞升仙门，这才多久啊？叶小友就要飞升了。化神圆满，白日飞升。也不知道以后我有没有这个机会。现在飞升还太早。叶可卿，你在干什么？那可是飞升仙门。尘缘未了，时机未到。此刻飞升只会让我道心受损。不愧是仙神转世。小友的格局远非我等凡夫俗子可比。道长过誉了，多谢你提供的灵石。以后但凡有需要，尽管来找我。那以后贫道就不客气了。警报！警报！检测到异常能量源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触发最高级别的特大能量警报？报告长官。卫星监测到来自龙国泰山山顶的异常能量暴动，根据能量波长和纯度分析，疑似是化神圆满的存在。化神圆满？难道是那个长青老道突破了？为什么我们情报部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预警消息？根据情报科收集的情报以及樱花国最近的变故，结合大数据分析，突破者是那个叫叶天的存在。叶天，就是那个在以金丹期修为斩杀元婴妖兽的天骄。对。就是他，原本就想趁他没成长起来前找机会除掉他，没想到还是让他成长起来了。这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鹰旗国的霸权，立刻上报总统。是。各位，情况紧急，我就直说了，那个叶天已经成为我们2国的威胁，若是放任下去，说不定未来某天，我们2国都会步入樱花国的后尘，被迫成为龙国的附属。我欧地利绝不允许龙国有这样的妖孽存在。我提议由我们联合向龙国施压，让他们立刻交出叶天接受国际审判。如果龙国敢拒绝，我们就联合出征，彻底绞杀龙国。
主也需要指引更多迷茫的羔羊，我赞成。破！厉害啊，不愧是学霸。周胜，你有叶天的消息吗？沈队长不是说他在闭关修炼吗？修仙者闭关不知岁月，他会闭关多久？好久不见，想我了没？叶天，你这些天到底去哪儿了呀？连传讯符都联系不上，你急死我了。抱歉，我也没想到突破修为要那么久。老叶，你现在什么修为了？别告诉我你已经元婴了。不是元婴，是化神圆满。什么？化神圆满？那不就是无敌了吗？我听到什么？化神圆满？我操！开挂了吧？这难道就是仙神转世的含金量？义父，你一定要带带我啊！我的期望不高，能筑基飞行装逼就好。滚蛋！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修行这种事儿，终究是要看个人的。我可以给你资源和灵石，但能不能度过筑基劫，还是看你自己。有资源就够了，谢谢义父，义父大气。化神圆满，恐怕我这辈子都追不上你。傻丫头，想什么呢？别忘了有一种更快的办法。我才不要！我们两国的合作意思很简单，交出叶天。他的存在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世界的安全。放屁！我龙国绝不可能答应你们这种荒谬的要求。我劝你们龙国最好考虑清楚，不要为了叶天一个人而让整个龙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危机中。你也不想看着龙国疆土被天使大军和恶魔大军践踏毁灭吧？我也已经得到主的许可，届时会召唤4位大天使长、100万天使大军开启圣战，任何阻挡主之荣光的国家都将化为灰烬。我鹰旗国也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召唤炼狱7大魔王、100万恶魔大军。只要你们交出叶天，我们愿意继续维持现状。我龙国绝对不会牺牲任何一个同胞来换取狗安。若你们想要开战，我龙国奉陪到底。哼！冥顽不灵，那就等着天使大军和恶魔大军的降临吧。通知下去，进入1级战备形态。长青道长，怎么感觉今天这局里气氛很紧张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鹰旗国和欧迪利得知了你突破的消息，联手向我们施压，要我们交出你，否则就对龙国开战。上面已经下达通知，正式启动1级战备。龙国竟然为了我一人，宁愿与全世界开战。龙国从不抛弃自己的同胞。一群蛮夷也敢来冒犯我龙国神威。长青道长，他们都什么实力？根据情报，鹰旗国准备召唤7大魔王、100万恶魔大军，欧迪利则是要召唤4大天使长、100万天使大军。最棘手的是，他们不走同一条路线，导致我们只能分兵2线开战。这对于修仙管理局来说，压力有点大。这有何难？天使大军交给我吧。什么？你要独自面对100万大军？叶天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可是100万大军，就算你实力通天，光是灵力消耗都能活活把你耗死。我的灵气充裕得很，而且有秘法可以以战养战。长青道长，你只需集结全部力量，专心应对恶魔大军即可。天使大军那边，交给我一人，足矣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龙国西境的安危，就拜托你了。以上万生灵之血为引，我召唤你们，伟大的地狱君主！
7位伟大的魔王陛下，龙国有你们最需要的新鲜灵魂和血肉。炼狱需要新鲜灵魂填充，恶魔大军，随我出发。主的荣光不容亵渎，出征！快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赶在开战前布好大阵。叶天，我听说了，你要一个人去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吧，我可是战神转世，区区鸟人还伤不了我。对了，这个你拿着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你在海城也要小心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那我走了。叶天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来了。交出叶天，并且献祭1000万生魂，无可饶你们不死，否则炼狱将是你们唯一的归宿。痴心妄想，我们龙国人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愚蠢的选择，全军进攻，让这些凡人感受一下何为绝望。周天星斗大阵，开战！来了。不请自来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阻拦吴大军？越我龙国边境者，神魔皆诛！龙国就派了你一个人来阻挡神的脚步。对付你们这帮鸟人，我一个人足矣。凡人大言不惭，看我神法之雷！凡人，你竟然吃了神法之雷，有点难吃呢，没有天雷味道正宗。要不你再来点儿？停下，无脸！你是叶天？哟，没想到你这鸟人头子居然还认识我。
放肆，竟敢对米迦勒兄长无礼！能以凡人之躯抗下神罚，你确实是个强者。叶天，只要你现在选择跪拜臣服，主会宽恕你的罪孽，赐予你永生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跟你们一样喜欢当狗的爱好。冥顽不灵，乌列，加百列拉斐尔，赐予他神之裁决。是。神之加护。受死吧，傲慢的人类！躲开了！加百列，亵渎者，不要你死！神之审判！发生什么了？好久没玩切水果的游戏了，还挺怀念的。鸟人，要不再召唤点儿？我还没玩够呢。你，乌列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退下吧。接下来，由我亲自审判你。我承认，我之前小瞧了你叶天，一个凡人，竟然能将乌列他们逼到这种地步。不过，我会用你的鲜血来洗刷我的这份傲慢。你阻拦主的荣光传播，罪大恶极。现在，我将以父神之名，对你实施裁决。要打就打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们鸟人是不是都喜欢在动手前唧唧歪歪个没完？有点意思，我也要认真了。裁决圣剑，万尘归寂。米迦勒兄长他竟然败了！米迦勒大兄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狂妄！必须要给渡神者惩罚！全军听令，为米迦勒兄长复仇，净化眼前的渡神者！一群杂兵！哼，杀得太慢了，还是开大吧。剑域，万象归虚。是要做什么？快阻止他！晚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请求父神降临吧！所有天使，随我一起恭迎父神降临！打了小的，要来老的，正好刚才还没尽兴，那就让他来吧。竟有如此强大的渡圣者，连米格勒都……看来需要我亲自去一趟，让他好好感受神之威严。原来是齐天大圣当面。不知大圣尊驾降临我这小地方，有何贵干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听说
你要下界去找我大哥的麻烦。您大哥？莫非是那位天庭第一战神？哼，没错。大圣说笑了，你就算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去找他的麻烦啊！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还敢狡辩？刚刚你那帮长翅膀的鸟人，不是正在底下摇人，让你下去对付我大哥吗？俺老孙寻思着，干脆过来先送你一程。呆，吃俺老孙一棒！大圣息怒，误会，这真的是误会啊！小神实在不知道那位是战神转世，只求大圣饶过我这次。至于那些冒犯者，任凭大圣处置。误会，当年天庭大度给了你们这帮蛮夷小神苟延残喘的机会，如今看来反而是助长了你们的野心。干脆俺老孙今日就灭掉了你们，省得日后麻烦。求大圣给个机会，小神日后一定安分守己，绝不插手人间之事。可你的信徒最近很不老实，一直在找龙国的麻烦，这让我大哥心情很是不痛快啊！小神明白了，龙国乃是天朝上国，父兄之邦，一定会让信徒们给龙国、给战神大人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老儿识相，记住你说的话，否则下次俺老孙这一棍就落在了你的脑壳上。是是是，俺老孙去也！这不可能！父神为何不回应我们的召唤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是神最忠诚的仆人，难道父神抛弃我们了吗？还要等多久？你们那位父神到底还能不能来了？要是没援兵，我可就送你们上路了。如果父神都抛弃我们，那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？既然连你们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，那就帮你解脱。真是矫情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也不知道海城那边扛不扛得住，得尽快赶过去支援。现在天使大军已经攻入龙国了吧？首领，出大事了！安德鲁，教过你多少次了？作为帝国官员，无论何时都要保持优雅。是是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天使大军的能量信号在龙国边境区域全部消失，天使大军可能全部阵亡了。你说什么？100万天使大军全灭了！你再说一遍，那可是100万天使大军，不是100万头猪，怎么可能全灭？我不知道，只是系统检测不到他们的能量反应。废物！那就给我去查，动用一切力量，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哦，我亲爱的盟友，听说你的天使大军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真是太遗憾了。用不着你假惺惺的关心。我的恶魔大军倒是进展顺利，看来龙国这块肥肉只能由我一个人独享了。别得意的太早了，小心最后你也翻船。不会的，你就好好看着吧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必须要给大阵争取修复时间，所有金丹期以上的战力，随我出阵，杀！炎龙破！
是无谓的挣扎，都别看着了，一起出手，尽快送他们上路。早点解决，早点睡觉。快祭出法宝防御！现在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们是臣服还是死？龙国永不臣服！想让我们投降，做梦！永不臣服！那就彻底化为尘埃吧。你们快走！我来拖住他们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与你们同归于尽。有趣。局长，你们快走！快停下，不要自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好及时赶到。叶小友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天使大军已经……对，都解决了。太好了，西境安全了！你就是叶天，独自解决了天使大军。呵呵，狡诈的骗术，想用这种谎言骗我们退军？还是个英俊的小帅哥，有点不舍得杀了你。长青道长，你们带着人退回大阵里休整，这个交给我。不行，叶天，你刚经历过场大战，我们还是一起。区区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虫子，我一人足矣。狂妄，叶天，就算你真打败了米迦烈那几个废物，也不该挑衅我。吾等7大魔王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。在我看来，没什么差别，一样是蝼蚁罢了。只不过，他们是长翅膀的鸟人，你们是长翅膀的小蝙蝠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7个一起上吧。找死！地狱之火！无聊的攻击。好厉害！随手一击就斩断了愤怒魔王的翅膀。叶天前辈牛逼，龙国必胜！继续。你竟敢伤到本王！诸位都别愣着了，一起上杀了他！暗黑圣才。愤怒之焰，永恒浑水，毁灭之光，十重潮，极度腐蚀。诱惑之光，小友，你一定要躲开啊！来得好，一念永恒。来得好，一念永恒。一切静止吧。
什么时候受到了攻击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完全没看清叶克清的动作。是啊，就感觉眼前一花，那些魔王就都重伤了。难道是利用了时间法则？时间法则，不是只有现身才有资格领悟吗？他竟然已经领悟到了法则，不愧是仙神转世。时间法则，你竟然如此妖孽！不过，你也只是化神修为，强行驱动法则之力，绝对消耗巨大。我看你还能用几次？放心，不多，再来个10次8次不成问题。所有恶魔，给我上！耗尽他的灵力！叶小友，我们来支援你。不用，你们离远点儿，我要开大了，你们小心别被波及到。继续上，他只有一个人。恶魔，他才是真正的恶魔！快逃啊！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！回来，都给我回来！临阵脱逃者死！看来你们手下都叛变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别杀我！我愿意率领地狱，听从您的差遣。做我手下，你不配！别杀我！我有无数的财富，我收集的所有金银珠宝都给你。不需要。别杀我！我就是个喜欢睡懒觉的废物，都是他们带我来的。废物，那就更没有必要留着了。别杀我！我可以当您的宠物，你的坐骑。丑剧！别杀我！我可以帮龙国处理垃圾，净化环境。很抱歉，现在垃圾能焚烧发电了。叶天，你确实很强。作为曾经的天使长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左右手。装什么装？投降还不下跪？主人，别杀我！莉莉丝愿意做您的女奴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，莉莉丝都会满足你。闭嘴！本战神是正经人。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龙国必胜！给我滚出来，恶魔！一群废物东西！我付出了那么多祭品召唤你们，为什么会失败？闭嘴！你竟然要我们对付那种杀星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现在都死了。我不管，你们收了我的祭品，就必须履行约定。只要杀了你，就不需要再履行约定。恶魔，你不要过来！来，诸位同志，为胜利干杯！为胜利干杯！叶小友，我要单独敬你一杯。若不是你，龙国必将伤亡惨重。道长客气了。对了，叶克勤，现在英奇国和欧地利主动提出赔偿，奉献了很多技术专利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可以让他们加进去。我已经什么都不缺了，不如多要点资源，填充管理局的宝库吧。之前我用了太多灵石。有了这批资源，
可以论功行赏了。叶克钦，我敬你。今天吃的真不错啊！紫苏，怎么了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还是受伤了？叶天，你和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准备飞升离开了？对啊。你飞升吧，我以后会好好修行的，只希望以后你不要忘记我。傻瓜，你哭什么？你忘了一句老话吗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所以我能跟着你一起飞升？对啊，别人嘛可能没这个面子，但我可是天庭第一战神，别说带着你一起飞升了，就算以后想家了，带你下界度个假，天帝也得给我这个面子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怎么会抛弃你？那我们什么时候飞升啊？等你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。回去好好跟叔叔阿姨说，让他们不要担心，我们随时能回来看望他们。两位，仙界再见。仙界再见。仙界再见。老道也要尽快突破了。看，这里就是我以前镇守的南天门。天哪，这就是南天门，太壮观了！走，我们进去吧。老朋友们该等急了。恭迎战神归位。诸位仙友，不必多礼。大哥，凡间好玩吗？有没有给我带什么辣条、可乐之类的土特产？对，还有俺老孙的那份呢。都有，人人有份儿。魔尊大人，天界传来消息，战神归位了。好，立刻联系妖界，准备入侵天界。是。你输了，叶天。这一次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赢你一次。